單身男呻到凌晨，火燒2000萬。有聲住喎！警察嘅呼籲，而家樓下排檔消防，廣西醫院去到2162-188元街，請你哋盡快嚟我哋所住嘅單位，到樓下撤離安全地點。前年12月呢一場3級大火，近80個檔受影響，存貨加埋裝置損失咗2000萬，好彩冇人傷亡咋。罪魁禍首就係佢，當晚因為小事同上級嘈完，拉埋朋友呻到凌晨2點，喺酒精影響之下，加埋深水埗福華街後巷連中4處火，警方一直都冇頭緒噶，直至到被告同事見到張通緝相篤爆佢。被告早前承認4項縱火罪，原來佢因為每日做成13粒鐘，識唔到女仔，一直都單身，屋企排最細，靠家姐照顧，但對方結婚之後就唔得閒理佢，佢就話係一時迷失犯案。法官就指佢過往生活刻板，懷有酗酒，話就話唔記得當晚發生啲咩事，但就能夠指出警方案發過程有錯，並唔係真誠有悔意認罪。佢大鬧佢明知現場同民居好近都照做，但又冇辦法賠償呢場浩劫嘅損失，判佢監禁6年零4個月。